下面咱来读上帝话，圣经《列王纪上》3章第1节到第28节。咱若掀开圣经，伫个圣经旧约364面，显着咱做伙来读，请。所罗门甲埃及王法老结亲，带法老的查某囝做某，带伊入大必城，听候伊去伊的花的殿，以及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完工。迄时也未有为耶和华的名起殿，所以百姓犹原伫山头看献祭。所罗门听耶和华听伊的老爸大必的法律，独独伫山头献律，王去其边献祭，因为伫遐有极大的山头坛。所罗门伫坛顶献烧祭的精生1000只，伫其边眠时伫梦中，耶和华对所罗门出现，上帝讲：你请我想事你啥物，通对我求。所罗门讲：你捌是大恩，予你的奴仆我的爸大必，叫伊用信实、公义、正直的心，甲你伫地，行伫你的面前。你也甲伊留这个大恩典，就是赏赐伊一个囝，坐伊的位，亲像今仔日安尼。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他有互你的奴仆带接我的老爸大必做王，还是我是囡仔，毋知怎样出入你的奴仆，踮伫你所敬的百姓中，遐的百姓侪到袂定直，也算袂了。求你赏赐你的奴仆智慧的心，通判断你的百姓，来分别好歹。因为一锤会判断你遮多的百姓啊！因为所罗门求这，主欢喜伊的。上帝对伊讲：你既然求这，无为家己求岁数，无为家己求好业，也无灭绝你的对敌的性命，单单为家己求智慧，通分别审判的你。看哪，我照你的话来做，我赏赐你聪明智慧的心。直到你以前无人亲像你，你以后也无有人起来亲像你。你所求的，我也予你，就是好业、尊贵，予你伫世间的日子，列王无一个会比你。你若行我的道路，守我的律例，甲我的诫命，学你的老爸大必所行的，我就要予你当过寿。所罗门瞓醒，知是梦，就去耶路撒冷，徛伫耶和华的坛前，好为着遐个人面前摆设宴席。徛伫王的面前，一个妇人人讲：我的主啊，我甲这个妇人人相甲大经厝，我甲伊厝内生一个囝，我生了后第3日，这个妇人人也生你。除阮2人以外，厝内无有别人甲阮伫地。眠时，这个妇人人的囝死，因为伊困的时缀调伊半暝起来，看你的女婢困，对我的身边抱我的囝去。下日伊的行程，
将伊的死囡仔摕伫我的胸前。天要光的时，我起来，要互我的囡仔食呢。无拍算，囡仔已经死。到天光，我详细看，毋是我所生的囝。迄个妇人人讲，无，活的是我的囝，死的是你的囝。即个妇人人讲，无，死的是你的囝，活的是我的囝。因伫王的面前安尼三天。王讲，即个妇人人讲，活的囝是我的，死的囝是你的。迄个妇人人讲，无，死的囝是你的，活的囝是我的。王讲，甲我举刀来，就举刀到王的面前。王讲，将活的囡仔破做两边，一边互迄个，一边互即个。活的囡仔的老母为着家己的囝，心亲像火在刀，就对王讲：“我的主啊，将活的囝互迄个妇人人，千万毋通互伊死。”迄个妇人人讲：“迄个囡仔无得归你，也无得归我，看伊通。”王应讲：“将活的囡仔互迄个妇人人，千万毋通害，因为伊实在是伊的老母。”伊即个证人听见王所判断的案，就拢敬畏伊，因为看见伊的心内有上帝的智慧，去求判断。下面请曾牧师讲道，题目是智慧的源头。兄弟大家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个伫地，咱三个同心来祈祷。主啊，上帝，阮感谢你，我即摆带领阮来到你的面前，对你的话要遮三个实。主可以当，互阮伫遮有你的神充满伫阮，晓悟明白你的话所对阮讲的，互阮伫阮的生命生活中，会当照你的话伫遮来行踏遵行。享受上帝伫阮生命中的美好，帮助阮本身，也会当帮助四周围更较侪人，互你的话会当传遍即地区、整个台湾以及世界。主，阮将阮今日的话要三甲分享大声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大家平安。今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是大家应该拢真熟的一段经文。伫遐，即所罗门王为虾米会被称作千古以来上有智慧的人？上大先，咱伫遮来思考，来想虾米是智慧咧？智慧的英文名叫做 wisdom， 伊的字根是 wis， 意思讲知、了解真理、明白。啊，字尾咧？断，意思来讲判断，所以智慧就是种看透事物本质的能力，具备洞察、判断、推理甲创造的能力，会当运用经验来解决生活中复杂的问题，帮助咱会当做出利益家己、利益敌人、趋吉避凶的正确决策。所以伫箴言1章第7节安尼讲：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根本，愚妄的人藐视智慧甲教识。确实，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伊就是智慧的源头。咱若想要得到智慧，就必须爱敬畏上帝，听上帝。伫第3章的开头，咱看到一个年轻当时算是真少年的这个所罗门王。所罗门伊来接落大笔的王位，虽然伊身处这个王权的官位，总是伊对家己的评价是安尼生讲：耶和华，我的上帝，当你互你的奴仆煞接我的老爸大笔做王，总是我是囡仔，毋知着怎样出入
即互咱看到追求智慧的头一步，并毋是累积即个丰富的财物，而是安那，而且会真谦卑的承认家己对上帝的依赖甲倚靠。互咱来看所罗门为虾米会当真侪上有智慧的人呢？头一项，所罗门王，所罗门伊听耶和华遵行伊的老爸大卫的律例，特别是30甲9节，伊听有讲到所罗门听耶和华行伊老爸大卫的法律。所罗门王去祭献献祭，伫坛顶献烧祭的精生1000只。伫祭献每时伫梦中，耶和华对所罗门出现，上帝讲：“你爱我想事你啥物？通对我求。”所罗门讲：“你捌施大恩，互你的奴仆，我的爸大卫，照伊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甲你伫地。行伫你的面前，你也甲伊留即个大恩典，就想诉伊一个囝坐伊的位，亲像今仔日安尼。总是我是囡仔，毋知着怎样处理。求你想诉你的奴仆智慧的心，通判断你的百姓，来分别好歹。所以这段经文，互咱看到头一项，就是听的。爱有啥物行动力？所罗门伊伫即个祭献献祭，上帝献上精生1000只。这毋只甲是仪式，而是一个听的表现。当然，毋是讲上帝爱食牛肉啦、羊肉啦而是听爱有啥物行动力？如果咱喙伫遐讲，我听上帝克替圣工的即个服侍，毋甘放袂舍不得，那呢？迄敢是真正听上帝嘛？这是头一项。第二项，信仰的长辈常常安尼甲咱提醒讲，上帝有囝无孙，咱会记得，上帝是有囝无孙。每一个人爱需要对家己的信仰伫负责任。有虔诚的老爸老母，无一定有啥物虔诚的囝甲孙。所以咱做爸母的，只个当伫遐尽力教导，尽力甲儿女来分享家己对信仰中所领受到的即个啥物水阁好的即个信仰，并袂当为着咱儿女来做出任何的决定。所以上帝将即个选择权放伫每一人的手中，也因为安尼生，每一人必须为了家己的信仰来做出即个选择，并且负责任。所以大卫伊的囝所罗门分享伊的信仰，伊的人生的经验，总是所罗门伊必须家己伫遐来决定，伊愿意也是无愿意跟对老爸即个信仰。水的脚掠伫遐来跟对咧，兄弟姊妹，咱只看去所罗门，伊只选择跟对，伊主动上帝伫遐来献祭，并且献上最的烧祭，表达伊对上帝的听。也因为听上帝，上帝就更较听伊。伫迄一日暗时，上帝显问伊讲：“你爱我，想事你啥物？”这一个非常特别的什么 Christmas 问一个问句。上帝敢若互所罗门一张空白支票，空白支票，互伊家己来填迄个数字。兄弟姊妹，如果上帝若安尼问咱，请问咱要怎样来回答咧？所罗门伊直接无求别个，伊只求智慧。其实咱看伊对处理即个阿多尼亚、阿比亚他、约押甲示每等等这些人，互公义伫遐来显明，互主爱伫遐来畅通，相信已经是一位真有智慧的人。总是伊悠然感觉家己无够，需要有更较侪的
的智慧，这是第二项。第三项，求智慧毋是为了私利，乃是为了荣光上帝，你的正人。所罗门伊求智慧，显出伊是一位真正谦卑的人。咱知影有时有权力的人常常会骄傲，尤其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更加容易陷落伫权力的骄傲中，袂记得家己是自罪。所罗门伫遮求智慧的目的，并毋是为了家己的利益，乃是会当伫百姓的中间是非纷争的中做出公义的判断。所以，这种疼百姓的心，才是上帝所欢喜的。兄弟姊妹，当咱伫遮咧追求上帝公义甲交托的时，智慧就会跟对而来。这是头前咱所讲的重点。第二大点，上帝欢喜应允所罗门所祈求的。第10节甲14节咧讲，因为所罗门求这主欢喜伊的话，上帝对伊讲：你既然求这，无为了家己求岁数，无为家己求好业，也无求灭绝你的对敌的性命，单单为家己求智慧，通分别审判的你，看我照你的话来做，我想述你参明智慧的心，直到你以前无人亲像你，你以后也无人起来亲像你。你所无求的，我也予你，就是好业尊贵，予你伫世间的日子，你王无一个会比得你。你若行我的道路，守我的律例，甲我的诫命，学你的老爸大卫所行的，我就要予你当岁寿。兄弟姊妹，一个会晓求智慧的人，本身就是一位真有智慧的人。所罗门伫遮无求家己的当岁寿，无求家己的好业，也无求灭绝伊对敌的性命，单单求智慧，会当来分别审判的你。对这个求，咱伫遮看见伊确实伫遮是一个谦卑佮有疼心的人。请问，咱求什么呢？所以对所罗门的求，咱看见伊有一粒疼百姓的心。一个国家的领导者，上重要的职责就是当听捌百姓的心声，并且来做出正确的是非判断。如果你若将无罪人判做有罪，造成这个冤狱，对这国家未来来讲，对伫百姓心中的安全感、信任感，以及彼此之间互相的和谐关系等等，拢是有真大无好的影响。而且，若是有罪人去被判做无罪，犯罪人必定会继续不断的做歹代，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等等恶劣的影响。所以只有啥物？公义显明，人的心才会当向上帝来提升。也因为安尼，正确有智慧的判断，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百姓心若安，国家社会才会稳定；百姓心若安，王的心也才会当安定。各位，这个国家的座位，伊才会当稳定。所罗门所做出正确的选择，上帝就亲自赐予相同的恩典，不但可以空前绝后的智慧，更加添了伊未求的好业甲尊贵。亲爱的姊妹，咱常常咧求结果，这结果是啥物？成功、财富，总是上帝毋万咱所求的，是求这个君王对智慧甲话语。伊有了智慧的君王，性命自然结出丰盛的果子。不过，对这段圣经的中间，咱也看见上帝的祝福，也是有些条件式的。第14节咧讲：你若行我的道路，守我的律例，甲我的诫命，学你的老爸大卫所行的，
我就要互你当会寿。上帝互所罗门好业尊贵，却无互伊啥物诶当会寿。因咱知影后来啥物诶，所罗门伊安那离开了上帝。你敢知影所罗门有离开上帝无？确实是离开上帝吼。所以咱知伊敢知影伊活偌久？不过伫当时来讲已经袂歹啊啦吼，60岁左右。如果咱若想要好业尊贵，搁当会寿，咱一定安那爱安安跟对上帝骹步。所以即个当会寿吼，毋是讲倒伫面床的当会寿呢，安那会当抄咱逐礼拜拢来礼拜安那，做礼拜吼，拜三有聚会，拜五有聚会，来讲吼。顶面牧师甲常年安尼去日本关东啊，去佚佗吼，即种的当会寿，才是真正的当会寿吼。愿上帝祝福咱吼。第三项，智慧的实践，看透人心的洞察力。第3章16节到28节记载了一个所罗门如何用智慧判断恶的解的即个案例。比方两个基女。因咱啊，各自生了一个囡仔吼。我有一天，其中一个基女伫困的时啊，无小心家己的囡仔缀死去，伊就偷去抱迄个另外一个妇女人的囡仔，将伊死的囡仔放伫伊的伊的中间。迄个换囡仔的老母拄要饲囡仔的年的时，伊发现伊的囡仔已经死去啊。伊看去伊讲，即个饲养的囡仔都毋是我的囡仔，是被调包，所以两个人就开始伫争执，要得到换的囡仔，是免3个去到法官的面前，无人肯承认死的囡仔是家己的，双方拢为着要争即个换的囡仔。其实咱知影拄出世的囡仔吼，看起来拢拢差不多啦吼，除非有迄个特别吼，迄个啥物诶，有迄个裂啊，是啥物吼？所以迄个生产后迄个裂，有时会当讲起来对人囡仔袂歹啦吼。所以真学得分别吼，啥物人是啥物人诶囡仔。何况咱知影基女诶囡仔是老爸不详吼，毋知影老爸啥物人。都安尼生诚做一件家己讲家己话诶罗生门。真恶得伫来查明，所以即个案件就对地方法院可能一站向上告，伫到王的面前，因为所有地方的法官可能拢无法度做出判断。特别咱知影，因为职业的缘故，基女通常是社会上卑贱的边缘人，因其实拢互人看袂起，权益也无受尊重。所以因的争吵有时之间，互人看做啥物诶笑话，人也袂在意因伫吵闹啥物。总是伫所罗门所治理诶国家，即个社会上低残、上被看轻、上卑微诶可怜人，因诶诉讼两边诶被告甲原告拢是基女。即个案件竟然会当上诉到国家上尊贵的王的所在去，这真不可思议的。所罗门王并无因为被告甲原告拢是基女，所以伫遐来轻视无理，甚至将这个案件直接甲吃掉，也是随便下一个判决。这表明伫这个国家内面有按照上帝的准则，伫遐来执行这个律法，人。无分身份的尊贵，也无看地位的关系，拢得到身为人的基本尊重。就是因为职业卑贱的基女，伊有资格徛伫王的面前来讲起因的冤情。卑贱的基女的冤情，竟然会当上达天听，可见。公义之外已经实行伫即个民间，因伫王的面前，各自来讲起因家己的冤情。伫3000多年前，所罗门的时代，
即个智慧认亲的即个方式，可能还未兴起，更加无所谓什么 DNA 即种的科学验证，要如何来做出公正的判决的？其实这若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这其实是非常无简单的。所以所罗门只要听了双方的辩词了后，伊做出一个互人真正即种真戆野的判决，就是按照上公平的原则，要将囡仔啦判做两平，互正直的两组一人一半有影一人一半上公平嘛，对无就父讲举倒来，人就摕倒来，王讲将囡仔拍做两平，一平互迄个，一平互即个。其实咱读到即个所在一定会足戆野的会大叫，王啊！你咧滚什么酸笑怎会当做出遮尔残忍的判决咧？咱咱物件会当分一半将一平，总是一个娃娃的囡仔，哪有可能会当切做一半咧？即个囡仔减是无命，减菜，咱会质疑即个真有智慧的王，怎会做出遮尔糊涂的判决咧？今仔会知影，所罗门伫即个判决的中间是咧拍即个叫做什么？心理战。外囡仔的老母为了家己的囝，心亲像火咧多，就对王讲：我的主啊，将我的囝互迄个妇人人，千万毋通互伊死。迄个妇人人讲：即个囡仔无得归你，也无得归我，破伊通。所以讲对即两个妇人人的对话，就知影倒一个是倒一个老母啊！咱就知影人的话当假，总是人的心是假袂了的。什么人是真正囡仔的老母？咱真学得对言语的判断中间，也真学得对外表来知影。总是老母疼囝的慈悲疼痛的心，迄是非常自然自然的流露出来。迄个想要假也假袂了。所以所罗门伊毋是判断书，伊所判断的是上学的理解人内面的意念，迄个蕴藏伫深深的所在，真复杂的心意。迄个只有上帝当知影，会当判断的心怀意念，伫所罗门王的面前无可逃脱。所以真正老母必定看重囡仔的性命，伊绝对毋甘伊的囡仔来受苦。总是迄个假老母去怀着恶毒的意念，一点都无珍惜囡仔的性命，破伊。反正我已经无囡仔，你若无囡仔，即种确实是真公平。所以对家人当知影，治罪是即个囡仔真正的老母。所以王应讲，将我的囡仔，互即个妇人人千万毋通杀伊，因为伊实在是伊的老母。一些证人听去王的判断，就拢敬畏伊，因为看见伊的心内有上帝的智慧来判断。所以毋是单靠外表，毋是看表面上的话语，伊遐个拢会欺骗人。真正的智慧无受外在的迷惑，单单进入到人内心的意念。若无对上帝来的智慧，直接当做出遮尔精彩绝伦的判决的。所以伫箴言21章20节，安尼讲，人的所行，家己看做正直，独独耶和华测度人的心。确实，因为这个案件，所罗门的智慧被肯定，伊伫百姓的心目中，就若像上帝共一样有智慧。无人会当伫王的面前来稳重，公义自然伫遐来显明，无人敢侥幸做歹。像遐姊妹，伫咱的生活中间，也需要有智慧来判断，尤其遭遇着突然发生的灾难，更加爱有智慧的心，伫认真来处理，
才能度过危机。其牧师伫遮对网络顶面来看到一个故事吼，作者伊写安尼一个故事，伊讲有一对翁仔某伫第11年11年结婚11年了，才生了一个查甫囝，夫妇非常的恩爱。查甫囡仔自然是两个人的什么心肝宝贝，总是查甫囡仔2岁某一天，丈夫出门上班的时，看到桌仔顶拄有一罐拍开的药这药不过因为赶时间伊就敢若伫遐花时啊，桌仔顶迄罐药爱收好爱收好就无用就关门就出去妇人人咧伫厨房内底咧无用使无用甲团转，就袂记了丈夫甲讲的话，甲即罐药收好无偌久，即个囡仔来看到桌仔顶即罐药真好奇佫比即个药水的色滴伫应有吸引。所以伫遐摕起来就啉落去药水的成分真厉害，就是大人啉了若要啉大人要啉是爱少数所以囡仔因为啉了过量，被送到病院急救了后，确实无救回来妇人人即件代志惊甲拢戆去毋知要怎样面对伊的丈夫，紧张的老爸去到病院赶过去知影即件真正痛心的代志，看到家己囝的身世，看了伊家己的某一目，然后讲了4字即互作者还是讲读者来知这4字什么4字？多少刚没有出来这4个字什么伫遮伊讲啥？ I love you, darling。对什么？我爱你，我爱你，亲爱。伊无伫遐这边，也无伫遐受气。伊甲我讲，我爱你，亲爱。作者伫遮讲，这个翻译什么？叫做 proactive proactive 叫什么？控制局面。 你毋是被这个局面所控制。作者也真学了这位丈夫的处理关，是处理关系的天才。伊囡仔适应事实，搁再吵闹、骂、也未改变这个事实，就领来搁较侪的伤心、痛苦，甲关系的破裂。而且毋止甲失去家己的囡仔，有可能连家己的夫人人也失去。 搁连家己的囡仔对家破人亡，咱爱知影这是一个非常大真重要的一个事实。兄姊妹，如果若是你，请问你会怎样做呢？当一件不幸的代志伫遐发生，你会当埋怨天、埋怨人，是你会当伫遐落骂社会，是毋是自责、无强？ 这个代志却袂因为这样的代志伫遐来改变，这一切只会改变你甲你日后的生活。为了这个痛苦的伤裂，继续伫遐来活落去。反正你来当放落这个怨恨、忍耐甲惊吓，放落去过去，勇敢的活落去。代志的境况原来并 无亲像想象中的无好，这就是作者所讲的控制局面，你毋通互局面来控制，这就是咱所讲的智慧。要互外在外界的事物伫遐牵着你的鼻仔来行，所以咱求上帝赏赐咱有智慧，来处理咱生活中的每一件大小项的代志。这段经文也提醒咱。 拥有智慧，并毋是为着要摇摆，你是为着要治理甲服侍。当咱有疼上帝的心，有疼人的心，必定有属天的智慧来处理各种复杂
的人际关系。伫做基督徒的即个时间的中间，耶稣基督就是迄个更较大的所罗门，是上帝智慧的化身。当咱感觉迷茫，毋知要如何抉择的时，请你一定要转来到智慧的源头，就是敬畏上帝，并求伊赏赐一粒愿意听叹的心，才来领受伊的教示。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位，咱三当心来祈祷。主，感谢你对你的话直接松下实，阮伫阮人生的道理顶面，更加有更加一个深刻的认识。主，通过你的话，互阮伫阮的生活中、生命内，更加有更加深的甲你结连。伫阮所拄着的任何代志，都会当直接谦卑伫你面前来学习。主，看你会当坚固阮对你的信，晓我伫你的真理中，因为你赏赐阮智慧甲聪明，阮直接来服侍你的圣会，也直接有智慧明白你的话，来宣扬、引传、带领阮四周的人来归伫你。主，通过你所赏赐的，以及阮直接行做。看你继续带领阮、引导阮、坚固阮。阮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